會話讀設計冇出路啊，賺得好少錢啊，只要做一個設計師或者繪師，可能好多屋企人反對啦，自己都質疑究竟呢條路係咪你自己應該要行嘅啦。Top 或者最 ultimate goal 係去到邊度啊？咁我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2025年究竟係攞咗啲乜嘢收穫啦。Hello， 我係 Margo， 歡迎翻嚟我嘅 channel 啊！2025年就過去咗啦，咁本身我想拍多啲 YouTube 片嘅，咁但係因為個月就會生 BB 啦，自己有咗啦，咁所以就好多嘢都唔係好方便啦。咁但係2026年希望可以拍到多啲片俾大家睇啦，無論係電繪啊、手繪啊、各樣技巧啊，甚至乎係大家見到我最近都係好中意同一啲畫師 crossover 一齊去交流畫畫嘅心得啦，一齊分享大家唔同嘅畫畫技巧係點樣啦。咁點解要拍呢條片呢？呢條片咧，除咗係2025年關於我自己嘅大事回顧之外啦，其實係想話俾你對電繪好有興趣啊，你好中意畫畫或者你想行設計路嘅朋友，如果你覺得好迷茫，究竟我行唔行設計好呢？或者你覺得究竟揾唔揾到食㗎？去最 top 或者最 ultimate goal 係去到邊度啊？咁我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2025年究竟係攞咗啲乜嘢收穫啦。2025年咧，最重點 achieve 到嘅嘢，首先就係我博士畢業啦。我嘅 background 係 textile and fashion design， 紡織及時裝設計學位，我終於都拎到博士啦。另外一樣咧，就係我攞到一個國際嘅設計獎啦，叫做 A Design Award。咁我就去咗呢個米蘭去拎獎嘅，咁好開心。我嘅屋企人亦都可以抽到時間陪我去到一齊去拎獎，所以呢個真係我人生好難忘嘅一次拎嘅一個國際獎咯。然後第三樣嘢啦，就係講緊喺我知道自己啱啱 pregnant 之後冇耐啦，米蘭嗰程機票其實全部都買晒嘅，咁所以人生第一次攞國際獎就一定要去啦。陀住 BB 去其實都好大風險嘅，不過好彩最後好順利咁樣翻咗嚟啦。然後呢，就係講緊翻嚟之後嘅第2日呢，我即刻衝咗去書展，因為我出書啦。呢本係我人生出嘅第5本書啦，亦都係一本俾小朋友睇嘅漫畫書啦。咁佢嘅重點呢，就係其實佢冇文字嘅，全部都係靠圖畫，咁就最後有個寓意咯。咁佢個主角名咧就叫做缽缽鼠啊，Margot Marmot，係一隻兔鼠嚟。咁點解想同大家分享我2025年嘅呢3件大事呢？頭先都講過啦，對於一啲繪師朋友或者你想讀設計嘅一啲朋友仔嚟講啦，我唔知大家可能係小學、中學定大學，定還是係一個社會嘅打工仔啦。我覺得畫畫嘅一個夢係必須要繼續。如果你話我都想希望呢個畫畫同我個工作係有聯繫喎，咁希望我嚟緊嘅分享會幫到你啦，即係好中意呢一樣嘢，都希望佢係成為我嘅 career 嘅話，咁你一定要俾一啲目標自己去達到咯。咁我而家好快同大家回顧翻究竟我之前究竟係發生咗啲咩事啦。中學開始就玩同人啦，咁嗰陣時就好中意一啲熱血嘅少年漫畫啦，咁所以我係專攻少年向啊、熱血嘅一啲漫畫去畫啦，進擊的巨人啦、排球少年飄速澤啊，我最中意係光速模擬俠啦。我覺得同人都幾好，因為係幫到你自己去即係逼你自己畫圖啦，跟住你就自己一腳踢租 booth 啦，親自去買你自己嘅作品。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去俾好想成為電繪師嘅你啦，或者係做設計嘅人，好直接咁去 touch 到你嘅 customer 咯。咁佢亦都係知道究竟呢個市場定位係需要啲乜嘢。咁當然啦，我參加咗都好幾次嘅同人戰，應該係大部分嚟講啦，都未必真係好賺到錢，但我覺得賺到翻嚟嘅係經驗咯。咁賺到經驗翻嚟啦，咁我就覺得應該都要有自己嘅作品喎。咁於是乎呢，我就喺大學 final year 嘅時候呢，我自己畫咗一個差唔多60頁嘅一個漫畫啦，嗰個係一個黑白漫畫嚟嘅，係講一個藥劑師嘅故事啦，打怪獸啦。其實個內容而家再睇翻咧，真係好無聊同埋無厘頭嘅。但係呢一個就變成咗係我第一個真係完成咗嘅一個作品咯。因為我嘅夢想係成為一個漫畫家啊嘛，而且係喺 Jump 嗰度連載。嗰陣時咧就開始一個網絡漫畫嘅一個文化同風氣啦。咁然之後我見到 Jump 咧就出咗一個週年慶咧，就係佢去徵稿啊，徵一啲漫畫嘅稿啦。如果成功咗嘅話，就可以同佢哋簽約。咁我就膽粗粗去試啦。咁結果當然係唔中㗎啦。咁但係呢個成為咗我一個好好嘅經驗咧，變咗真係有 solid 啲嘅一個作品俾自己咯。跟住咧去到2018-19年咧，突然間有一個舊朋友啦，佢都係繪師嚟嘅。咁佢就去咗日本嗰度做一啲 game 嘅 design，即係人物設計啊、畫畫嘅一啲 design 啦。咁佢就竟然 refer 咗一個 job 俾我，係竟然有一間出版社咧係要
揾人去畫漫畫。咁對於我嚟講啦，其實我都冇乜抱負，因為其實我個底呢，我中學唔係讀 art 啦，我係讀 science。咁跟住去到大學嘅時候，我就讀 fashion and textile 啦。咁但係專攻紡織同埋 technology， 即係我一直都係理科嘅人啦。咁所以我係冇 portfolio 咧係 design 嘅。呢個其實都係有啲蝕底咯，同學仔或者係朋友仔，你哋就一定要儲作品咯，唔好好似我咁樣就我讀理科就一直 focus 喺理科啲嘢度。其實如果有啲時間咧，係應該要儲定自己啲作品，跟住到你真係要用嘅時候咧，就俾出去。咁所以咧，去到我朋友彈咗呢個 job 俾我嘅時候啦，咁我就攞翻我 jump 落短咗嘅嗰個作品，就係俾出版社嘅編輯睇啦。估唔到 OK 喎，即係佢覺得如果你做到呢個60頁嘅話咧，咁我哋打個 double 啦，可能82頁嘅一個作品，我相信你1年之內應該都搞得掂。咁於是乎咧，1年之後啦，哇！呢部作品真係誕生咗啦，佢叫做《Ho Ho 破奇案》，古墓聖物腰帶，咁佢係第一集嚟嘅。唔知大家識唔識梁科慶博士咧？佢係喺香港一個好出名嘅作家啦，咁我都好榮幸可以係佢作嘅一本小說咧，將佢再重新包裝同埋畫成一個漫畫嘅故仔啦。呢個係我2019年開始畫，2020年出版嘅一本漫畫書啦，咁就成為咗我人生第一本漫畫書啦。咁亦都係因為呢一本做得好啦，咁所以喺2021年嘅時候呢，我就推出咗第2本漫畫書。編輯好搞笑咯，佢突然間同我講話你完成咗呢個作品好好啊，其實呢，我哋係有2份 contract 嘅，所以呢，你可以做埋另外一本啦。咁呢，大家睇到呢，其實我嘅畫風呢係好明顯係 stable 咗同埋有進步咯。跟住喺呢本漫畫書誕生嘅時候呢，編輯有同我講，你有冇多少少時間啊？其實我哋都有個繪本係需要人畫嘅喎。咁所以呢，我就畫埋呢本《貓聖記》。呢本呢就係文字多嘅，我就係畫插畫嘅啫。所以呢，我覺得呢3本書嘅誕生呢係好奇妙。如果唔係因為我畫咗一部60頁嘅漫畫呢，其實我係衍生唔到呢3樣嘢出嚟咯。你要有抱負俾人睇，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你自己嘅態度，同埋你要 prove 到俾人知道我有能力啦，我可以準時交稿啦，可以按期畫晒呢堆嘢出去，同埋你自己嘅 personality都好重要咯，即係你要俾人知道，其實你呢個畫師嘅性格係點樣咯。所以4-5年啦，我都好感恩，就係呢3本書嘅出現，就係令我真真正正可以確立自己係一個漫畫家。嗰陣時仲出咗筆記本嘅，真係超級開心咯，仲有一啲唔同嘅周邊推出。咁頭先都講啦，其實我正職咧就唔係畫漫畫嘅。我喺過去嗰5年啦，咁啱得咁巧咧，就係疫情之前啦，我做緊嗰間科研公司就倒閉咗啦，所以我就喺誤打誤撞嘅情況底下，我返咗大學讀 PhD。咁我都諗咗好耐，因為讀博士始終你 full time 嘅話，其實係要讀4至5年嘅。嗰陣時因為有疫情啦，同埋屋企人商量之後都覺得可以一試喎咁樣。我個 PhD topic 同設計有關啦，而且我自己嘅 background 又係有science 啊 technology 咁樣，咁所以我嗰個 topic 其實係做一個會智能發熱控溫，用 AI 去控制佢唔同溫度變化嘅一件衫啦。咁可能好多時候啲人就覺得你讀 fashion design 嘅博士係咪真係你 fashion sense 好強啊？或者你係做一啲唔同嘅 fashion 嘅嘢啦？咁我想講咧，其實讀博士咧就有啲唔同嘅，有嘅技能就係你要識寫嘢啦，要識寫文啦，對英文唔太抗拒啦。雖然我以前英文都唔係好好，但係我覺得興趣係可以改變一切，因為我好中意一啲好新科技、好真嘅嘢啦。咁所以我覺得設計啊、科技係我好中意嘅嘢。咁所以嗰度嘅英文，我覺得反而我 OK 咯。但係如果你叫我讀 history 啊，或者係讀一啲 English 咧，我就唔得啦。頭先講咗第一樣嘢係寫文啦，寫嘢 OK 啦，跟住第二樣嘢我覺得係 passion 啦，即係你一定要好確立你自己，我真係好中意設計或者係科研，我覺得係啱我嘅路啦，咁你就行啦。咁第3樣嘢呢，就係你要有自己管理自己一個嘅能力咯，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時間管理大師。呢幾年啲朋友成日都講話你啲時間管理得好犀利喎，點解咁 pack 你又可以讀到博士，又期間可以出到幾篇文？甚至乎係我中間又有出書啦，同埋又有幾次展覽。大家都知道好中意張敬軒啦，跟住就幫過張敬軒喺演唱會之前搞過一個畫展啦。自己同啲前輩嘅都可以 cross over 做過啲唔同嘅 art exhibition 啦。喺24年嘅時候咧，都推出咗一本書，就係同唔同嘅繪師啊、前輩啊一齊合作做一個本啊。呢個係我自己嘅個人化封面啦。佢裏邊咧最特別嘅咧就係大家有唔同嘅角色啦。
自己嘅 IP 啦。一個前輩點醒咗我啦，如果你做設計嘅話咧，最好就係有自己嘅 IP 啦。咁我隻 IP 咧就係呢隻缽缽鼠啦。缽缽鼠第一次出現嘅咧，其實就係呢本漫畫書入邊啦。佢用唔同嘅顏色嚟到去 present 自己嘅情緒啦。因為動物其實應該唔識講嘢噶嘛，跟住佢就係一啲冇文字嘅漫畫啦，充滿色彩嘅。點解我會揀顏色去 present 自己咧？睇到我好多作品嘅人啦，都會知道其實我嘅作品係好 colourful 啦。咁我就覺得既然呢一樣嘢已經成為象徵住我嘅嘢啦，我嘅 IP 嘅時候都應該要有呢個元素喺入邊咯。好，你話同人又好，或自己嘅一啲角色都好啦。最緊要第一就係首先有你自己嘅 IP 啦，第二就係確立一下你自己嘅 IP 嘅形象，用嘅顏色係點樣啦。所有嘢都係會令到一睇到你嘅作品，睇多1幅、2幅、3幅，咁睇10幅、100幅就會知道原來呢個作者佢背後嘅一個理念啊，更加重要就係佢嘅個人特色係點樣咯。咁講起漫畫啦，喺23年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我成日都用 Clip Studio， 同埋成日都推介呢個 Clip Studio 係幾咁好用啦。咁我23年嘅時候就發現咗呢個 Clip Studio 原來佢每一年都會有漫畫比賽去俾人參加嘅喎。咁於是乎咧，我嗰一年之前已經 plan 咗要參加呢個比賽，身邊就一啲牙醫朋友啦，咁我就借咗佢哋嗰個人物嗰個外殼做參考，咁我自己就作咗一個好短篇嘅漫畫故仔啦。因為借鑑咗我之前喺 Jump 失敗咗嘅經歷啦，咁所以喺呢一部漫畫裏邊咧，真係有更加多內涵喺裏邊咯。要你想 deliver 出嚟嘅 message 係點樣啦，想話俾讀者聽你呢個故事最後嗰個含義啊、主旨啊，或者最終目的係乜嘢啦。咁呢個故事咧就係講一個初級啲嘅牙醫啦，咁佢就去俾佢嗰個前輩係委派咗去一個森林嗰度，就係要做一啲清潔啦。咁就其實係等於真係牙醫去幫你洗牙咁樣啦。去到個叢林就發現有個小朋友同埋一個老人家係遇到一啲問題喎，咁個老人家就比較 stubborn 啦，咁後面先至知道原來個老人家咁 stubborn，佢唔願意離開呢個咁惡劣嘅森林，唔願意去俾呢個牙醫去做一個清潔嘅工作，其實背後都有原因，就係可能要保護住佢自己個孫啊，有啲唔同嘅原因佢先會咁做嘅。咁最後出到嚟嗰個 message 就係希望大家要換位思考，做一啲好強硬嘅嘢嘅時候，希望你可以諗下究竟對方嘅處境係點樣，你先至去知道人哋都有人哋個考慮點咯。咁我都冇估到呢部作品呢，最後做咗美式漫畫裏邊嘅一個入選獎咯。其實都好難嘅，因為我知道應該係有部作品到最後個獎其實應該得個我唔知10個8個咁樣，咁自己可以攞到其中一個獎，其實真係好開心咯。咁雖然啦，我話日式漫畫，唔知點解最後變咗美式，可能因為喺賞識嗰方面攞咗好多分咯。好想喺呢度同大家講，就係參加多啲比賽，都係其中一個可以 strengthen 自己一啲 skills 啊，係令自己變得更加強啊、大膽啲啊嘅一個方法咯。咁所以就係好多人有時覺得唔會話讀設計冇出路啊，賺得好少錢啊，你到時要做啲乜嘢你都唔知啊，只係做一個設計師或者繪師，可能好多屋企人反對啦，或者甚至乎係你自己都質疑究竟呢條路係咪你自己應該要行嘅啦。有時人生唔一定係得一樣嘢咯，即係好似我咁樣，我自己本身讀理科嘅，咁但係我個 career path 喺過去5年裏邊讀書其實等於做嘢啦，因為我有獎學金嗰啲去維持我嘅收入啦，一路做緊一啲 scientific 啊 technology 嘅嘢啦。咁但我平衡，我係可以出到書，可以開到個人畫展，讀書啊職業上面又係可以攞到獎嘅喎。一個字其實都幾好，係叫做 multidisciplinary 咯，即係講緊你唔同嘅領域裏邊，其實你都可以 link 埋一齊，係你係第一個人去咁樣做咧。呢個係你嘅價值，呢個就會成為你真正屬於你嘅一個獨特嘅定位咯。你要揾到呢一樣嘢咯。好多朋友就有啲好驚 AI 啦，或者好討厭 AI，會取締咗我㗎。我覺得唔應該咁樣諗咯，反而你應該諗下佢點樣去幫到你去做嘢咯。而家同古代有咩分別呢？就係而家其實好多科技去幫到我哋去更加促成或者更加快達成一啲嘢啦，幫我哋慳時間啦。AI 呢一樣嘢，你可以叫佢諗，叫佢俾 reference 你，但係你唔好完全 copy and paste， 同埋最重要嘅就係你要 fact check 咯。好，咁最後啦，希望2026年啦，希望可以拍多啲 YouTube 啦。我而家肥咗好多，我希望可以瘦啲之後先至再拍。咁我生完之後咧，希望有個小朋友咧伴隨住我一齊去拍啲都係 focus 喺創作啊、畫畫方面。咁我就寧願教識佢點樣做，都好過我幫佢做啦。我真係好唔想幫人做功課。所以2026年嘅一啲大計啦，首先咧拍翻一啲電繪啊、手繪啊嘅一啲教學類型嘅嘢啦，分享翻自己識嘅嘢俾大家
大家啦。第二咧，亦都係希望可以邀請到多啲前輩、多啲朋友 crossover 畫畫啦，可以互相交流啲唔同嘅經驗，亦都係俾大家知道畫畫同埋設計嗰個闊度啊，係可以去到幾多咧？你唔可以自己畫自己嘢咯，一定要溝通，即係同啲唔同嘅朋友啊、前輩啊傾下偈啊，睇佢哋究竟佢哋嘅技巧係點樣咯，大家互相咧學到嘅嘢咧就更加有火花啦。跟住第三啦，大家都會見到我今年咧同我哥哥 crossover 咗好多日常嘅片啊 reels 啦，通常都係佢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 share 我哋啲日常片啦。咁大家有時間都可以去佢個 YouTube channel 去睇翻究竟我哋嘅日常係點樣過啦，乜嘢好嘢去同大家介紹啦。咁日常片通常都會放去度嘅，因為呢幾年咧屋企人搬屋啦、室內設計啊、裝修啊，我都開始有少少嘅一啲認知啦。我就會同大家分享點樣去一個漫畫家或者係一個繪師嘅角度去 design 一個室內嘅設計出嚟。所以呢一樣嘢亦都係我2026年好期待嘅一樣嘢啦。原來繪師都可以做到室內設計同埋家居設計嘅喎。跟住第四樣嘢咧就係希望自己都可以有多啲時間去 upgrade 自己啦。因為之前2024年年尾我結婚之前咧，我有報過 Blender 嘅一啲 course 啦，有學過 2D 動畫係點樣做㗎啦。咁但係今年真係太忙啦，所以又生疏咗。所以希望2026年咧可以學埋 3D， 可以跟上潮流，去自己學完之後再將自己嘅心得可以分享俾大家聽。咁最後啦，亦都希望大家2026年可以過得比2025年更加好，想成為繪師嘅人，想行設計路嘅人，我哋繼續一齊加油。咁如果大家有啲咩 comments 就歡迎留言話俾我聽。2026年日常片啊，或者係設計片啊、教學嘅片啊，你想我話俾你聽同埋分享俾你聽啦。咁我哋就3年之後見啦，拜拜。